多谢美雅，这个国防部为了要甲民众博感情，特别伫台北港海巡基地办参观的活动，然后换上2000战斗机架空的枪场，海上的爆破队形的操演，现场更加展示各种的军舰武器装备，真好看。明仔载拜六会正式对外开放，有影乡亲会使去参观。 幻象战斗机架空飞过，代表活动开始，高难度的表演，和现场所有的人拢赞叹，也不过精彩，佫唔那安尼尔。一声爆破了后，国军官兵排出队形，互人看甲目睭唔甘呢。也不过讲到国军的战力，当然都要看因战斗的实力。战武器，因此训练中移动。 陆军特战队员进行对前的操演，无遇拄到敌人要甲攻击的时，每一人功夫拢真好。 为了要甲民众较亲近的，国防部特别举办国防知性的参观，除了动态表演，现场更加展示空电机、金刚级等等军舰，码头顶面各雷霆2000军霸驾车等等15项的武器装备。第一阶段开放附近的民众，各中小来参观；第二阶段伫明仔载开放一般民众早身份证入场。 当然，若要大家看到国军的战力，活动嘛安排袂少，有互动体验的单位、甲园游会，要大家有通看，嘛有通耍。